OK，2021年第43條題目就話一個袋有7個紅色波、3個黃色波、5個黑色波。咁如果一個小朋友 keep 住一個波咁樣抽，咁 without replacement，咁直到佢抽到一個黑色波，咁就問你佢最多3次抽中黑色嘅機率係幾多？咁因為最多3次啦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只要考慮佢一擊即中、2擊先中同埋3擊先中嘅 case。咁貨佢一擊即中，咁因為一開始 total 有15個波啦，咁所以分母15，咁然後佢淨係抽黑色波，咁所以咧分母就5。咁如果佢係要2劑先抽到，咁因為第一轉有15個波，咁佢唔可以抽到呢5個黑色波啦，咁佢只可以抽到呢10個非黑色，咁所以分母10。然後第二轉啦，因為抽出嚟嘅波唔可以擺翻落去，咁所以咧分母就係14。然後今次就要抽黑色波啦，咁所以咧分子就係咁最後啦，3次先抽得中嘅。咁因為第一轉有15個波，然後唔可以抽黑色，所以就抽嗰10個唔係黑色嘅。然後第二轉袋入邊剩低14個波，咁同樣唔可以抽嗰5個黑色，咁因為呢度嘅其中一個波俾人抽走咗啦，所以咧只有9個波可以俾我哋抽。咁最後啦，個袋剩翻13個波，咁今次可以抽黑色啦，所以咧分子就係咁將呢3個 probability 加埋咧就係我哋嘅 final answer，咁就等於1/3加5/21再加15/91，咁最後答案咧就等於67/91，所以答案就係 D 啦。